What's up? Welcome back to Dubai Money Ring Channel。剛啱由毛里求斯翻到杜拜，咁杜拜經已進入夏天啦。近3日的狀況啦，係有呢一個沙塵暴嘅。咁如果你近期又或者係這個夏天將會到杜拜旅遊的話咧，你可能會有機會體驗沙塵暴。咁其實沙塵暴並不恐怖，係一個全新的體驗。如果你嚟自熱帶雨林國家、東南亞又或者係亞洲的話咧，咁呢一個將會係全新一個體驗嚟嘅。過去一周在毛里求斯的活動啦，及我屋企人的一些照片，我將會在片尾播放咧，咁希望大家中意嘅。咁今集內容我哋不談論杜拜房地產領域相關啊，因為畢竟整個杜拜房地產領域咧係在持續上升的狀態嘅，不論這一個年租金又或者係房屋增值率亦都係在上升當中嘅，因為畢竟杜拜在 D33 2033年的目標咧係倍增人口嘅。咁我哋亦發現話今年咧係有成功吸引更多的新移民嚟到杜拜去居住嘅，所以對於房地產這一行的需求咧係非常之高嘅。咁毛里求斯係一座熱帶雨林的小島國家啦，經過歷史咧，佢係被呢一個法國殖民嘅，所以島內的主要語言係以法文嚟溝通嘅，非常之特別啦。當地使用的匯率咧係 Euro 又或者係美元嘅。如果你即將會到話有考慮到這個小島去探索的話咧，非常之推薦呢一個5日4夜的旅程嘅。咁這個小島咧，佢最出名嘅係潛水及呢一個浮潛相關的活動啦，因為畢竟顧名思義，毛里求斯最出名嘅係海皮及佢的珊瑚礁嘅，所以在海皮咧行出冇幾步咧，你就能夠看見非常之漂亮的珊瑚及海魚嘅。咁過去5日啦，都係在這個島上，即係濕咗又乾，乾然又再濕啦，咁不斷的在游水噶，咁度假村亦都非常之漂亮啦。但係咧，這個島上的食物咧味道就麻麻地啦，因為畢竟趣聞的即係打趣的説話，法國人咧其實對於美食呢一部分咧係冇乜研究嘅。咁許多的醬料啦，又或者係佢嘅 base 都係以番茄為主嘅。咁最普遍就係食燒烤啦，海鮮燒烤。但係好可惜，這個嘅旅程啦並冇去到魚市場啦，尋找美味的海鮮嘅。咁度假村的海鮮啦就見仁見智啦嚇，一般麻麻地嘅。如果你有到這個島上去探索的話咧，咁建議能夠在島上去租部車，自駕遊啦，就可能能夠發覺更多美味的餐廳嘅。在這個島上亦都有一個唐人街啦。作為華人咧，必然嘅我哋亦去咗唐人街走咗一轉嘅。咁發現話唐人街其實有非常之多華人開的店鋪啦。個店鋪名咧都係以中文名為主嘅。但係非常之可惜啦，就發現話呢一些店鋪經歷第2、第3代的接班之後咧，大部分的華人咧其實對於中文溝通嘅能力咧其實下降咗嘅。大家最主要嘅溝通語言咧係以法語及英文為主嘅。導致話許多呢一個我諗起話馬來西亞在中文培訓及華人文化的傳承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嘅。近呢3日咧，剛啱啦，習近平亦都在馬來西亞做國訪嘅。希望在未來日子，馬來西亞及中國咧會有更好嘅呢一個接觸及合作的機會啦，能夠讓華人文化在馬來西亞持續性嘅發揚光大嘅。我哋一齊去片去欣賞在毛里求斯我哋一家人的一些活動及照片。下個月啦，5月份啦，我亦即將會回到馬來西亞。這一次嘅旅程啦，最主要係慶祝仔仔的
生日啦，亦參加一位朋友的婚禮啦。除此之外啦，我想更好的去探索馬來西亞的美味及大自然生態嘅。希望會有更多漂亮的照片及視頻共分享。我哋下集再見。キラキラ日差しを浴びて